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台湾新话故事，台南赤坎楼。王阿姐，你看，这是我的高铁票哦。哦，恁敢是要出去佚佗？对啊，我要去台南佚佗。即马我会晓看车票哦，才有坐车的时间甲车房。爱对台北出发，台南站落车，还阁有我的座位是我窗仔门的所在哦。安尼会当看到真水的风景。哦，乐乐要去台南佚佗哦。你敢知影台南是伫倒位？我敢若知影爱坐高铁，而且毋是真紧就会当到。台南伫台湾的西南部，是气候较热的所在哦。乐乐，你是要去台南的倒位佚佗啊？爸爸妈妈讲要带我去台南看历史古迹，遐有真侪城堡啊，阁有啥物楼啊，伤侪啊，我记袂起来。楼？哦，恁爸爸妈妈讲的应该是赤坎楼。赤坎楼，迄敢是真悬的大楼？毋是，咱来好好认捌赤坎楼。赤坎楼真水，但是已经过真侪无共的主人哦。真久以前，台南捌是荷兰人咧管理的。哟，这有影是好所在，但是无病院，嘛无任何商店。报告长官，这个土地是原住民的，咱敢要甲因买土地来开发？哦，这是一个买卖的手法呢。那安尼就用布甲因买，交换这个土地。会记得要有商店、仓库、病院，这个所在就甲叫做普罗民家好啊。就安尼，荷兰人甲原住民买一块土地，叫做普罗民家，佮建立普罗民家城，用来方便，嘛正做迄阵的商业行政中心。人讲红门城也是番仔楼，后来才互人叫做赤坎楼。归档了后，郑成功来到台湾，伊先甲普罗民家城拍落来。甲这当作是办公楼，后来郑成功甲日兰遮城拍落来，普罗民遮城就互人当作军火库使用啊。过一段时间，经过清朝的管理，才变做海神庙、书院甲衙门。日本管理时期，佫甲赤坎楼变成陆军病院。总讲一句。赤坎楼就是一个我的台湾历史哦，伊捌是荷兰人的西式城堡，清朝的时阵的中式建筑物，日本治理的时阵的陆军病院，角色变化真济，但是一直拢真重要。原来赤坎楼已经这么久啊，佮经过这侪无同的主人。是啊，乐乐去赤坎楼，佫会当看久哦。敢有人伫赤坎楼饲牛？毋是真正的牛，是石牛牛逼。这是较早清朝的皇帝写诗文，爱人甲诗文刻伫石碑顶头，而且这个毋是普通石头做的，是用金门的花岗岩制作的。拢总10块石碑，代表十全十美，非常圆满，无任何缺陷。只是伫送来台湾的半路有一块落落去海底。所以赤坎楼敢若有9个，有人想要放第10个，但是惊互人发现是假的，所以就甲伊放伫嘉义公园。乐乐，你若是有去嘉义甲台南，会使甲这2块石碑翕起来，比对看卖有倒位无共哦。哇，牛真厉害，这个石碑看起来足大足重的呢。乐乐，下骹遐个看起来像牛的。其实是新秀，听讲灵王生9个，无像灵的后生，其中老大就是这个贔屉，因为气力真大，会当排动物，所以常常互人请来斗相共做石碑底座。原来是安尼，我要去赤坎楼看贔屉。
除了这以外，赤坎楼阁有一个白马比，脚敢若嘛互人换过啊？换过，敢讲这只马嘛是仿的？毋是，这是一个石马的传说故事。夭寿哪会过来啊？是安怎咯？你看我的场啊，都要结穗啊，其他的作物嘛要准备收成，但是竟然去互人食去啊！你看，这都是互人食去的粪食。啊，足害的！我听讲隔壁阿明啊、刘啊，原啊有去互人打过分食。奇怪，咱这附近都无高山啊，嘛无猫啊、狗啊会食这啊，到底是啥做的？实在有够可恶的啦！若是互我知影是啥人，我一定拍断伊的骹骨。哦，安尼好啊！哎呀，我甲你做伙手咧！咱来看卖啊，到底是啥物物件咧偷食？有影就感谢你。应该得要来啊吼，等到5点的。哎哟，唔知伊敢会食饱，都无要来啊！迄是啥货啊？你看，这哪有马啊？是一只白马。你看，伊搁食搁打，也是要甲我气死！伊要走啊！等下甲对好调，看是谁的马这无礼貌，行，甲对咧。这两个村民甲白马对调咧，对咧，雄白马都无去啊！因举头一个看，竟然是一个叫做定机人的獴。獴的头前有一只石头做的马。原来是石马咧作怪，偷食农作物。这两个村民转去，随甲看到的情形讲互大家听，大家听了拢非常生气，为着莫阁互白马阁来偷食农作物，因痴心妄想，偷偷啊甲定机人梦前迄只石马骹讲互断。讲嘛奇怪，从此以后，因的农作物就无阁互人偷食去啊。农地嘛袂阁互人乌白打。王阿姐，迄只石马敢真正有活过来？传说当地有人看到白马来偷食啊！有够奇妙的，我要来去看伊的脚。你若即马去，会发现长期的脚已经互人补起来啊，但是要是会当看到修补的痕迹哦。原来是安尼。即摆我去台南，我要去赤坎楼看石马。阁有拄则讲到的碧戏，台南阁有其他真好的文化古迹，拄咱阁有讲到热兰遮城，即马互人叫做安平古堡，是台南上老的城堡哦。恁爸爸妈妈应该就是要带你去看安平古堡。另外，阁有台南孔庙，是台湾上早的孔庙。二昆清炮台一般叫做益载金城。是清朝的时阵建立的炮台，嘛是国定古迹哦。等下，王阿姐，伤济啊，我记袂起来。歹势，我讲伤济啊，我嘛足想要去台南佚佗的。台南阁有真济好料的，像讲虾卷、牛肉汤。无爱讲啊。乐乐，恁去的时阵会使食看卖，祝恁旅途平安，生活欢喜哦。多谢王阿姐，小朋友。你若是嘛有去台南赤坎楼佚佗，食啥物台南好料的？欢迎你写批寄相片甲我分享哦。再会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星星。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，订小星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搁较侪阮的故事，通到资讯栏看搁较侪资讯，嘛莫忘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，哈哈哈哈。